我靠出门去，为什么实在予人愈想愈怪奇？可怜是伊怪脾气，对样装无滋味，爱流掠兼爱下心，才会每日情阿姨。无论是寒天，也是热天，伊拢是穿着牛仔裤过日子。为什么实在予人愈想愈怪奇？可怜是伊要表示苗条的好体态，会活泼过的古水，才会不是情阿姨。无论做工课，也是看戏，伊拢是穿着牛仔裤较关心。为什么实在予人愈想愈怪奇？可怜是伊无爱费气，爱方便无爱水，有性格有下时机，才会定定情阿姨。无论是好天，也是歹天，伊拢是穿着牛仔裤出门去。为什么实在予人愈想愈怪奇？